今天早上我晨跑的时候，碰见一个男的，我以为他要自杀呢，我就见义勇为下去救了他。然后后来也很复杂，我还去了公安局，后来是他们把我送回来的，他还是迟到了。救护车来之前，他就一直在跟那个店员做心肺复苏，然后我们到了之后，我们就一起把那个店员送到了医院抢救。我想着我是下午的班嘛，我就想说等那个店员的朋友来了医院，我才过来的，结果就又迟到了。大晚上这样牵着狗，到底比师傅还晚。亚楠，你见过这样的头病吗？你是不是遇见什么突发状况了？我住的地方不让养狗，我被撵出来了。你怎么才回来了？我上对面吃了个面。吃面？你吃什么面要这么久啊？你知道不知道？